首先，我们邀请雅文老师来为我们做出讲评。徐妈妈，哦，你实在足水的，哇，你气质安尼，气质实在有够好的。无，我拢做粗工的。啊，妈妈，你今日唱足好的，因为你声足亮的，你声足金的，你声足金的，嘿。啊，但是我看到阿德老师伊足紧张的啦，啊，伫遐安尼害呢，啊，就是一直较紧的要甲你提词，要甲你惊讲你歌词的袂记，惊讲你的拉拍，其实迄种的感情，互阮感觉足感动的。真正，我今日才开始欣赏。谢谢。嘿，我今日开始才开始欣赏。我讲嘛，因讲的话拢莫相信啊。阿摆我对伊会足客气的。哦，妈妈你真足够的，赞。谢谢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请建伟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许妈妈唱歌很有那个30年代的那个氛围，很像在听那个纯纯爱爱迄个时阵唱《望春风》的那个唱片里面的声音，所以人真的会往最早的地方去学习。然后声音像刚刚老师讲的很亮，很有穿透力，但是很客气，因为太有气质了，所以整个柔柔顺顺的，跟阿德老师比起来，真的是两个不太一样的世界。阿德老师就是很随性，但是你平常的随性，我不晓得今天在后台看到你，完全跟之前是不一样的人。老是坐立难安，真的，坐也坐不好，东西也吃不下，然后身体一直摸，好像他找什么东西一样。我那个时候不知道，原来那老师你现在心情还好吗？还没结束，我还不会很好。对，但是老师一直摸着妈妈，我觉得那个感情真的很好。然后我刚刚听雅文老师说，老师一直是很孝顺的孩子，我就哇觉得好棒，很温暖的感觉。是。好，谢谢啊！其实哦，会陪长辈看红人榜的小孩，真的谢谢你们，都是孝顺的孩子，对不对？哈，其实我们可以给长辈的最珍贵的礼物，其实就是陪伴的时间，对不对？哈，开始讲啦，唱歌就是唱感情啦，哈，你知影我呢后边呢靠一排啦，你知道不？感动啦，嘿啊，干嘛呢？这个画面也好，还有这个妈妈唱歌的那个有时代感哈，真正是。艰苦过啦，迄歌声拢袂骗人的啦，拢知影迄款会歌的感觉啦，尖线情非常谢谢也谢谢阿德老师谢谢带来的示范谢谢谢谢妈妈。